呢兩日，我陪一位將近80歲嘅華僑阿姨行遍咗珠海、中山、深圳，一齊揀佢嘅安心養老居所。阿姨老伴離開咗幾年，一個人喺屋企孤孤單單，孝順仔女同新抱，放下咗繁忙嘅工作，貼心陪伴，仲有親戚隨行，滿心牽掛。其實佢哋最擔心嘅係老人獨居有意外，平時又冇人陪伴。阿姨嘴上好挑剔、暗沉，但睇得出心底柔軟，愛錫佢哋，只係唔識講溫柔嘅說話，將愛收埋喺心底。仔女話，無論媽咪揀邊個城市、邊個養老社區，只希望佢日日有老友相伴，專人貼心照料。阿姨，仔女奔波幾程，唔係為其他嘢，只係想俾你一個安穩無憂嘅晚年。不如放下心中芥蒂，俾佢哋一個擁抱，呢個先至係我做呢份工作最大嘅意義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